Q Q 讲是天公牌，空空讲是地王牌，嘛着事事讲会嗨。现代人是真趣味，出门行路是头起起，正大的生理放一边，讲什么袂负气。规粒头壳是全排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透早起床来逼占时，中昼是电子加算机，半晡包单来问东西，暗头带来去看妇儿，半暝梦目排气。梦啥物？我梦着一只猪，梦猪讲10字。搁梦啥物？我梦着西湖灵阮寺，这讲岳父要破天机，拄好要搬向东时啊，雄雄煞行市，雄雄煞行市。阮一个老厝边，老厝边旧年渐甲向东时，毋捌着半支，想着是真怨气。细细落讲袂歹意，细本有道理。付出牌算30支，一间是百面等领钱，一个开讲对对着7支。一朵花讲较有钱，好歹嘛着饲。花仔钱先甲摕来用，买好野嘛着看一期。一个开讲着3蕊，去互4蕊的碰碰去，碰碰去。话若要讲透支，我目屎会七袂离。花仔钱是特阵时，花看是全票去。真正朋友是走气味，厝边头尾是借无钱，囥你。